好，来继续来看云林五洲小桃园奖中剧团，结合着文化部培育台语家庭的计划，展开着巡回表演，吸引真侪家长带囡仔到庙埕看布袋戏。云林五洲小桃园奖中剧团配合文化部培育台语家庭计划，且去年得到金奖综艺剧本来巡回演出。这出咱《西游记》就是孙悟空，除了讲咱这个天蓬元帅，伊是安怎会落凡间会变做第八界？咱要推广咱台语，会较容易安尼。这种伫咧庙埕演布袋戏的舞路，现已经真久无看过，尤其这一遍来演出的剧团，佮保留现场配角和口碑的传统，或是大人便若想起过去，感受真深。每逢庙会，也是讲倒一阵新明生日，可能就是拢会请夜台戏、请布袋戏来搬戏安尼。剧团讲未来佫有机会会来演这出戏，欢迎对布袋戏和台语文化有兴趣的民众，时刻来到落地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